有点哽咽，因为我听算系日本嘅信中音啊。拜托不要。不要啦，把甜女咧。这必须说是我挑战接力赛来踢100我很爱碰。对啊，你们知道他是用靠脸吃饭的哈，请大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OK， 可以。我有帮你拿着挡箭盘。哦，你真是我的美国队长。哦，即係做咧話機後圈之後，唔是鏡機啊。我一樣啦，按摩怎樣？調台用嘅大魔強機。你為什麼要電手啊？你去干嘛？刚刚会喜之前我想哦，他们应该不会发现吧？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我係白強。今日就用歡喜來到新竹嘅薑林呀，特別嘅。薑林呢一片其實就是種到好食嘅東西。之前老太講過哈，好像有很多水果也是都很好吃的。冇錯，而且薑林呢，大概都是有高速公路嘅時間，薑林嘅排咗動態。薑林島咧。哦，這是客家嘅動態嘅一個詞咯，就是到薑林呀，特別。今日就都要為來前面嘅料理熬年，先來分享到師傅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錢永豐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咧，哎呀，眼冇講好，好啦，好啦。然後呢，就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。來到新竹有讀到你用啥做品咧，就當有安全感。哎，真的，可以非常了解哈，新竹採體音哦，而做出什麼樣的料理，到什麼樣的體色。他就有點哽咽，因為我聽算係日本嘅信中音啊。拜託不要，不要啦，拜託不要。大家第一天知道嗎？不要再知道了。把甜女咧。恐怖。好，先來分享到我哋要做嘅鹹水炸係堂兄妹，分享到嘅係明軒老雲娜，歡迎。他英勇會硬歌哦，吼。好啦，今日和咱就分享到嘅係阿妹，讓我們強下哦，於秋風讓茶性格。來，歡迎。又從姐妹啦，哈。其實資料寫錯了，其實係姐妹啦，哈。母女。我要好好來紹介下雲娜，雲娜非常的厲害，而且客家天師團呢最近有一條非常有名嘅一個8點檔，無影片嘅紅日咧，一個主題曲，那底下還有《森林之王》得到103強，23萬票，就全部給中票。顧總，我已經堆疊起來，來點掌聲，唐給天蟲衝一下。你要唱嗎？左邊那個，拜託。片尾曲，好，那是歌名是阿爸愛選唔提，是寫給我爸爸的。對，好。從小到大一種喺你愛身邊，也搶走的一剎來相依，你有空多麼，愛的天的愛的腳步。希望做得久，希望做得久，希望做得久。選擇。甜甜嘛皮耶！哎，明珠姐，一開始哈，為什麼這麼讓我這麼自卑啊？太厲，真勁聽厲害，從天床到暗後堂，對不對？好好聽哦。明軒咩開店嘅哦？哈？哦，開嘛嘅店？開嘛？你一本好涼面嘅拉麵。哇！做你新竹以後開店嘅。真勁懂厲害誒，張伯謙檢討一下。為什麼這一集要讓我這麼自卑呢？還是你直接去前面當觀眾？不要，我要來。講太長了，講太長。來，好，問一下啦，因為來到薑林呢一片，我喺度問一下哈，我們採體音啊，來到大家小解一下，哎呦，薑林就買好高誒，好食嘅東西。問專業的問題。對，專業的。來，2位馬上會開始來回答。到底是因為薑林的飛鳳山是行路，當你冬天看空氣凍好，天氣好嘅時候看到101大樓哦。嚇？當然嘅距離呢？誒，凍好嘅天氣。香港咧，因為咧食啲嘅不加一滴水嘅古早味蛋糕，香港美濃來蛋條，客家嘅鐵色。
因講嘅東西吼，唐英講嘅時候當好選呢。好選咯，一定來都料哦。好，重點係好地方。當到好搞好料嘅所在哦，大家圈做啲攞去供拎攞去搞一下。冇唔錯，唔該你先來看一下來到供拎，一天看到嘅食材係乜嘅咧？好，你一下就會打開嚟幫大家看一下，攞到供拎愛食嘅東西係。哦，藥材啊！藥材誒，也有冇這種品種誒？哦，今天好朋友呢，馬上出來分享到今日一種吊翠熬泥，分享到嘅係錢明雄錢太哥。哦，錢太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來，美麗的主持人哈，你帥哥美女，你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你好，你是你客家人專種嘅棉 Q， 呢種係棉 Q， 客家品種，嘿，客家人非常特別有種嘅，非常好食，非常嫩，非常軟，你嘅客家棉 Q， 你用呢個 Q 咧，你一般你要注意到嘅，係乜嘅呢？是點配，甜點，水。原來係啊，唔過吊翠用嚟托卡好啊。你托下嫩啲喎，係好食，切啲喎，用原來。卡切卡嫩咧。卡切卡細條，冇托緊太條嘅。冇托緊太條嘅，地板是要個直啊。對。客家品種嘅，客家品種有強弱就托醬啲嘅，見到醬啲，聞到好食。哦，色好軟哦，係好軟。哦，來看一下大輪蠻好料嘅。來看一下，今日大陸嘅料理係用客家品種嚟做，還是一般嘅？客家品種。哦，客家品種。我人生還沒吃過。你哈，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啦。對。一送杯醬料咩出嚟調嘅？你係做冷盤係冇？你係做冷盤嘅，係用糖嘅。哎呦，這本真的。發現到客家品種嘅吊翠嘅 Q 咯嗬。睇口感好好呢，口感好好軟，即係口感係軟。你啲麵 Q 哈，啲麵 Q 非常嘅軟，非常嘅綿密，係啲是按照啲傳統嘅客家麵 Q， 係呢個係麵 Q。正當樣呢？最近都好食咯。客家酸樣版很甜啊，懂甜。劉莎姐姐，好食嗎？好食。有試過嘅客家品種嘅麵 Q 嗬？有，好少哈，這個在外面市場就賣嘛？有賣，好少。好，今日呢就拿呀，種出了按讚地位呀，吊翠嘅 Q 味，用下來變化料理，馬上進行鐵管的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！好，在鐵管嘅就拿呀吊翠來做變化咯。先來談看那風水帶來料理係乜嘅？日式胡麻雞肉茄子卷，哇！我跟你說，我們贏了。那是嘗試日本嘅料理啊，不是，我們名嘅按從一堂就提供有架勢，對，很少名嘅比人哋吹色。而且你們剛剛食材應該介紹完了吧？哈，對，剛剛食材就紅體咧。好啦，咁我談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帶來嘅料理咪厲害哦，嗬！談看今日咱做嘅料理係魚香 Q 啊！哎呦，屬於經典呢，魚香茄子。好，兩出料理呢有無強變化，一個係傳統嘅料理，一種係用融合日本式嘅料理。開始講有信心冇？有好，有位吧？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咯！哦，莎莎開始。我們這組太有看頭了，真的。先來看一下，你不要再私聊哦。唔會啦，因為幾個男朋友咧。哇，好厲害誒！冇，真幾會做嗎？唔會。跟你丫的哎。向下走，可以自己做啊。明軒是負責開店的，也可以切啊，可以切啊。還是你只是股東啊？我覺得續天呢。應該 Q 是哪裡？哎，有去拉嗎？跳色吧？不會。哦，不會。精緻日本都是找懷石料理。係啊，看安排啊，用師傅動手啊，嗰個你好誒。去抓。所以你要有先鋪狗石頭嘅。向下炒啊，用辦？你是炒。涼拌呢？你要有 BBQ，這要炸多久？我炸幾久？我炒幾久？鬆些之後。
从此就云南做的吼，我糖都因为切到很太长，就多别盘。来，不太会切。那你按不创狗味啊？一直以来都会在创作吗？呀，他给条路妹都会做创作。以前就是学音乐的。对。你之前读嘛个？今天读读声乐在台艺大。哇，那你们老师知道你后来转去创个流行歌吗？知道。用切菜，因为上到你的熊哈，因为你应该也弹琴吧？对。破火嘞，而且现在给他吸油是不是？是的。你可以站过去没关系。那我再换。赶快降回来。再不要回来。哎呦，脖子真的动酸。那俩是算做狼毯吗？黑。好。这一款才蓝水。哦，我们的又切发，马上切的卡修。哎，要切的。这很厉害哎，这是菱格纹哎。按切发呢。咱个嘅口感吼，吃喷到袂好，还有感觉的口感安尼。像啊调出来切发，无像个发髻切发用啊打开来嘛。袂多少无安尼，但是莫按开啦。你这个搞厉害。啊，新疆你嘿都可以做那方面的条路嘞。立行的。他是负责去旅行的啦哈。立行啥？前面卢师傅带来料理黑马咖喱。妞跳日轮。茄子蛋，就是得那金曲奖那个吗？这该不会其实叫做茄子龙榴莲吧？乱榴莲，哎。蒜头米，妈妈。蒜头米，今日做嘅鱼香茄子吼，系大家传统上地多改做鱼香茄子，也系冇强容易自家发明嘅。我冇强容系爱捞莲藕粉，因为有的人系捞嘅太白粉。那个等一下那个豆瓣酱，你都在旁边那条路啊？做游览有你妹做游览咩？哇，你是车长小姐？对，带导游。你可以讲一段介绍吗？再介绍下台湾非常好嘅料，从头人来旅行，来台湾了讲，加入冇了，嗰係因為因大家冇用心欣賞喺台灣，其實台灣非常好嘅地方，尤其因客家中有很多美食啦、好食嘅東西啦，大家慢慢嚟品嘗。到了台灣，咱台灣嘅經濟咧變好啦，變起來，變好啦。好厲害啊！聲音好厲害，大水。水啊，水，條腰行嘅啦。啊，對，魚香茄子的醬油很重要。啊，你阿火鍋唔睇嘛？水睇係2把匙哦。安然後好睇啲啦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了。好，拜拜。好。一切還平安嘛？對啊，這媽切個線呢掛眼仆。這誰切的？你切的哈，那是的哦。你切的很厲害哦。好厲害！我想說這不用比了吧？用要剪係嗎？然後我們要把它包起來。苗姐，你一套料理吼，係到你店吼食得到嘅東西嘛？这是全新的，为了这个节目試菜做出来。哦。我覺得好養生哦。係啊。又是一道減脂餐了呢。對。你有學起來吼？係哦。我還擺盤呢哦。難怪昨天快點變點。中卷。好，我們在先孔改片咯哈。好，雲娜你慢慢捲，我們先過去。有吧？平時就阿爹。別有壓力，哎，好。也表下來咯。來，我們再攪翻呢？等一下。啊，該係乜嘅東西？醋嘅啊？醋，烏醋，魚味。啊，上部油一啲啲嘅，你係乜嘅？油啊？香油係一般油。一滴滴的香油。增加它的香氣，跟住會好香。啊，個醋啊，幾時要放落去？等下下我起鍋嘅先做一表。啊，個切成插咧？切成插等下好，你要回嚟，大概一點點剩一半。呢度我即係落。會重太火冇？會重太火。唔係，等陣先做啫。哦。你一套菜應該算你豆腐蝦吼，平常時全部煮嘅東西啊。你客家人吼，第一個係純粹係客家人嘅名菜。名菜。他倒那個醋給須知了，他就這樣倒，用款的手對。
辣椒好，那个等一下，辣椒先放好，这样好。所以阿英是差不多嘞嘛哈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哈。好，来倒数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那体管地度，哪部卡米西较好食嘞？好，大家两家呢编发一个吊菜料理，看起来都懂有创意。哎呀，你两组有上过品尝的想法咯，信心吗？哎呦，我们的料理真的很不一样吧？一时之间会绕到黑，哎，四个料理是主厨表现的，没错对喽。没有，是我们2个大师来做哎。现在看哪？胡麻酱，哦，给给了选。非常好吃，所以然后就，因为刚才生内瓜很懂吃，吊吹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，因为它的口感一吃就底下吊吹耶，胡麻酱没懂对不对？今天吼报的东西係有上過嘅哦，你像該吊出來很嫩嫩的，它就該生內瓜係脆脆的，口感層次很豐富。真嘅比上個真的，而且你填了色種後，秋風自己吃到那種版，很棒，非常好。好，你下放一下咱做魚香茄子影響吊出來哦。沒懂真的誒，非常好食。要真嘅要棒翻的呀。棒翻。哦，真好吃，而且它吊出來煮到那種綿綿肉肉，它就真的是對，因為按種綿肉，咁會好食。真件就會想起秋鳳媽媽的味道誒。對，謝謝。先看媽媽平常吃豆腐下面按用做係嗎？係啊。好學嗎？給你做誒。好學啦。你剛剛停2秒是？全動好學。非常的好食。好，現在嘅時間又來到了兩家嘅菜色呢，非常嘅無窮樣，都同樣特色，涵蓋又好食。其實乎呢時間上腦筋呢，搶分數。哇，乾脆得到分數咯！你下看一下，盧子斌、盧師傅。香秀香秀。其實乎搶公平，我看你覺得有什麼缺點來？我聽聽看。我摸本影片的想法係講吼，佮小黃瓜裡面都在浸蓋冰水，吃起來會更脆。啊，你在捲的時候，佮 Q 味嘛，按個餅加記得，是都比較有茄子的味道。哦，加記條的吊出。我愛石頭吃石頭該彩椒的梅頭，該 Q 味梅頭粉去壓下去。主角不明顯。主角不明顯。啊，我為本影片的想法係講，佮水梅該烏醋甜度又稠。佢要加到烏醋落去嘛，叫石頭鹹味暗辣，氣味又提升了。畫龍點睛。盧師傅你的想法係？我係講你下你的甜啊，是你的梅頭係好清爽感覺，你下應該梅頭對吧？好多一點點，都一停時變到會崩盤，或者會好鹹。還有炒的時間應該牛啊魚香，就是應該中間是一個高牛啊白香，你就你白好油掉，就會好香對。可能係白唔辣嗬。唔該你沙啲下來，主要來看師傅來表現啊，到底有幾吊出再變化出乜嘅冇想到嘅料理呢？來看一下盧師傅給你帶來乜嘅四個料理。總鋪素滷菜。哇！睇下其他嘅時間要來嗬，到底有嘅給你盧師傅帶來料理係乜嘅咧？牛肉挑卵。茄子蛋，茄子蛋，他得那金曲獎那個嗎？用衝你要玩一下，那就是我們雲娜的好朋友嘛。來看下，今日食菜有乜嘅？好，一定有茄子跟蛋嘛。吊菜啊，吊菜，牛肉，一道係炒白香嘅東西，有蒜頭、蔥頭、馬豆。還有咧西芹菜，好咧睇油膏，撈個辣椒呢一道是做卵嘅部分，你要高湯撈卵。哦，好。你等下要做脆卵，脆哦，係用脆嘅。睇下，你看到一扎是做的咧，你大兩扎係，應該講打爛佢啦。1:2，睇到你家1:2是水子嘅，然後蛋液有2倍，要用1:2嘅比例。它會焦焦的。師傅，以前我高湯係冇，一般係水就唔得咯。水你是會變到你係挑梅，
染啊、来漂粉啊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做一下要蛋液啊，等一下再做蛋液。听你的菜名，我今天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料理耶。牛肉。吊锤卵。要吊锤来切。哎，吊锤唔要切用诶，卡文音咪嘛嘿。要切细地做咧。啊，怎么个切？啊，用一地啊用，像骰子一样。好盖啊，好入口啊，还有토마토可以切掉，那真配色的啦。它的那个肉可以换别的肉吗？做对啦。你想会换吗？改？鸡肉。哦，鸡肉做得哦，加油油，等下烧了呀。这个是哦，等下会先狗油哦。还有狗油，哎，你啊吼，会先到你的牛肉饼了到。牛肉饼了到。为什么？哦，狗油。哎，狗油一下。这样才会半熟。哎，半熟，还炒一下，牛肉是嘟好熟之后嘞，该煎了系牛排的，会沙拉。我喜欢吃牛排。它一定会鸡泡，吼，本头大煲掉。冇是会附体头。哎，附体。来。哦，香啊狗油哦。松啊一样熟嘞。哎，真的耶！光外表是又半熟的吼。哎，半熟。我浸来。浸得。油泡。那老师，你先该牛肉的时间又特别头该好配的也系好烧的。因为你先了的沙朗的部位是有油脂的，哎，有油脂，有一点油啊，好好吃。好了，葱头。等下加油吗？唔是，两道当油嘞。那为什么蒜头？头？辣油是做两道样的。哦。我们把油浇下来做嘞。啊，蒜头怎么给弄成像蒜头泥啊？蒜它好会，该融入到地皮度。我懂会出口来咯。对，用了的椒阿椒酱哈。哇！有小鱼干。小鱼干的。里面有油嘞，所以我睇下总得调油。还有咧调油膏。调油膏，吼。怎么个听出来加调油膏？总得加调油停。调油膏你会好大甜，你会加调油是会变到会变一啲汤。哦。哦，一啲水。哦，先炒酱，再来加水。一定会放啲香味出来。用先炒过才会香。嘿。对啊，蚕豆咧，配色的东西被变过来。哦，头马头不是狗油哦，不是狗油了，变好了，一白料的时候咧。哦。好厉害哦！要帮你酱，帮你滚嘞。啊，酱了酱哦，细了拉那个勾芡吗？不是勾芡。哦，滚了后了，一白全部东西变下来。啊，之前他按做是变下呀。嘿。我帮你滚一下，做得咧。哎，不过该乱芒加下盐。芒叫芒，哈芒。这水料理有一点神秘。神秘，很神秘哦。妞吊锤这只是一部分哦，另外一部分你哦。没好了啊。芒啊。哦。这该不会其实叫做茄子乱榴莲吧？乱榴莲。哎，你这做咧话语好劝掉，不是讲语啊。我验啦，就头咧用的大毛强记。你为什么要电手啊？都会这是对嘞，好啊，保留一点酱汁，到你冰到咧，配地袂毒。因为你会做的是咧，像茶碗蒸的方式。哦。等下是到蛋液来冰下去，好个咯，咧蛋液好像种到咧配地袂毒，蛋液甜要因去倒而已。也太高级了吧！马上被我们明轩学走，别很有感，一本料理店。要因吼，一直冰下去，看到地袂毒啊，你脆，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要先准备好嘞。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？水滚下去，然后吹5分钟就好嘞。小锅不，你会讲，哎，你给米了包括是一点点空气嘞，是做的，莫是开一点点，吼，佢有冇全部米，系冇全部米，叫佢铺起来，是会叫蜂窝，你就要打开咧，而家空两面，差不多嘞哈。哇！你最近都有点低调哎。低调，低调。我们该不会要把食材放到花布上吧？哎，等一下就把它放上来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这样笑哦。完全。厨师的手是神手吧？哇！你看妹妹看到吼，苗线走改改口料理，然后现在对实力大开。
那有一些哈，就会给有没有鱼香茄子？哎呦，然后给编发的。鱼香茄子其实改良之後咪做啲做兩套吼。米頭一槍啊，哈。好，哦，呢啲行牛肉扣卵，按樣就好食咯。牛肉吊脆卵都等你做咗食到，先來出題目，不要太難啦。好，考題即家咧吼，手就係扣啊，係人講乜解呢 ？A 係多子多孫 ，B 係生不逢時。哦，秋天過後會吊脆嘅，不然你看一下。好，慢開講，先來猜拳，猜拳啊，猜拳。性格後來加下魔法面，都沒有畫面，魔公 boy， 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們兩個不誠實。沒關係。好了，考驗下。夠吃有8個，還是我們簽和平協議。忙啦，考驗下 A 鬥直鬥順，然後 B 生不逢時。A 係啊。哈？鬥直鬥順哈。又或者生不吊出一個季節係嘛個？大家知道嗎？應該是生不逢時。生不逢時。好，來拍一個聽咧。好 ，B 答是 A， 到底答案係 B 又係 A 咧？答案係 A。嚇！你自己係 A 呢？看着贏啊！做乜嘅？啊，天后啊，受傷嘅咧係扣啊，一種子好多，所以啊，人講要子孫興旺啊。哦，種贏較多，秋天過後菜樹嘅吊菜種贏較多。故說覺得鬥智鬥順，可是呢，既然係鬥智鬥順，你要祝福，我們決定要分享給欣家跟秋鳳姐。哎呀，冇鼓動嘅，因為有拉哎，我生不逢時，對，我生不逢時就對了。哦，因為哎呀，今年應該是八隻啊，所以哈。哎呀，讓給先來，哇，好像吃奶酪。對，伯謙排 C 呢？哎呀，你都說啊厲害呢，真的是很排 C，這伯謙吃不到。你東好是妞妞哎，還是我知道啊，好黑呀，給茄子給你吃，你喜歡吃牛肉嗎？有一張啦，有8張啦。好了，那麼大家現實看啊，總要有個輸家嘛，對不對？好好吃哦，這個你的後生啊，這樣吃吊出來聽聽。我覺得盤子有點阻礙我吃。你睇食飯後要買做得見地大家誒。這應該是陪點強啊，學樣嗯。跟他寫一首歌好不好？牛肉茄子。為他寫一首歌嗎？他可能填充了創作係嗎？明軒老太家分享一下適量用版，條架厚厚老太家嘅小記一下。有蔬菜的甜味，那再來蛋裡面有香氣，那混合在一起的話，我覺得味覺很平衡，非常棒，吃起來很舒服。先家你要食到嗎？要食到嘛嘅？tomato 撈卵用下去，還有酸甜的戀愛的滋味。然後要戀愛嗎？要。哦，難怪有感同身受。啊，師傅咧，要買我補充一下。應該這樣子搭配就當吼，是到你從嗰牛肉，吼，安尼見到鋪到肚吼，主要是入口即化，啊配那個蒸蛋都會是吼。不一樣的感覺，因為家下嘅牛肉哦，狗肉甜甜啦，所以應該凍嫩嗬。唔做主要呢係因為師傅出大嘅了解所有食材嘅提醒，將有辦法留給米頭夾到按融合。蒸蛋最重要就是要讓它味道融合為一，非常嘅好食。牛肉吊菜卵，睇起架都不卡住了，吃做看啊！食起嚟過後，全部1比1咯。想贏嗎？想我贏嗎？行，那冇贏嘅話會下面字啊，你剛拿出CD 來編了，好冇？好，馬上就來進行最杯麵館挑戰嘍！
爱是太中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係料理接力水嘅時間咯，看一下菜色嘛。好，豆腐衣5片。哦哟，豆腐鸡5片啊哈。鱼片啊。哎，人家剁水还算是也是比较传统的料理，系吗？嘿，好，啊，苗先走的哈。走的吗？走的哦。有点心吗？有哈。好，来抽棒子。好，既然是那个秋风街刚好老公，我们就看看你的命运有没有办法帮我抽到体力感。那我们这个派云娜来抽。好，我们让秋凤姐先抽。哪张？先哪张？先哪张？好，我先1张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哇，打挑命呢！挑命哦！恭喜张国谦。走的，哎呦，这前片挺嘛。云娜，我先来一个，2个。好，那你们1、2、3，哎，让我来去飞呢。搞不定。你确定你要处理鱼吗？怎么了？做对了哈，可以吗？做对了。好，冇問題。冇問題哈。好，既然你們把睇起來都準備好，馬上呢就來大展各位的身手了，所以來金行挑戰嘍。料理接力賽馬上就開始，連他的第一棒都已經就定位了哈。開起來呢，我們這一隊應該仰面歸台，哈。好，到底呢，做羊呢，馬上來金行挑戰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好，來先都播切了分啊。呢啲咪當建裝麼？當建裝啊，群機車當建裝啊。家下要叫通過咧，差唔多嘅提成啊，切咯。差唔多啊，你。呢個做咧話機後圈之後，唔係降機啊。冇降啦，他冇降。差不多啊，用嘅。差不多做得咯，做得咯。做聲音。那我們因為哦，跟5片哦，主要嘅係因為呢比賽時間好短咯，所以我們要先錄過一下。呢小腿用咪大魔強機？你為什麼要電動啊？我戴電動。他的手套為什麼會戴在可愛呢？你懂可愛耶？電動片呢？唔係啊。我剛剛會許之前我想哦，他們應該不會發現吧？而家小腿腰大啦，摸大腳啦，好笑咯。但他第二做嘅應該先用啲小腿做，所以你還有啲冇問題。等下我抓煙啊！做嘅應該先用啲做，所以大小腿啊。謝謝姐姐呢，幫我糾轉來。好，我們這個用日版就好咧哈。好嘞，好嘞。好，除了加個豆腐雞之外，還有加米酒係嘛？加啲啲就好嘞。看有嘛個嗎？安尼是做得是定啲錄一下。好，錄個須這做，喊做啲切嘛個。哦，安只切葱啊。好，啊全部全部切嗎？唔是全部，他們2條咗2條。2條就好嘞。繼續走，我們過去看看。小心手哦，哈。好，你要摸哦。我們這一邊是不是常常在切彩椒啊？對。咁你等下要給彩椒的部分要切麻型，快。好，切一堆一堆。好，加油！你要小心哦，因為你是唱歌的，不要切到手。好。唱歌切到手。好像跟手也有關係。明軒哥哥將按好嘅落梅吼，切架有落梅冇？切架冇，啊就衝切架妹妹佢用。哎呀，吃菜都不看，你有搞起嗎？有。你不會你的這一趴結束只有切了彩椒吧？啊，沒有，也沒關係，只要你會唱歌就好。好，切魚。好，要先不用我改下。過油嗎？等下是要過油。對，等下過油的。這是你人生第一次煮菜嗎？沒，聽一半，因為還有練習嘛。對。
要不要切斜片呢？手小心。切一块一块样的。可以。切一块一块样的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你只要平安就好了啦。对，你只要平安。都走对啦。这样子，还是师傅可以帮我们。我了不拍了。没有。只是帮我。这必须说是我挑战接力赛来踢100很爱碰。没有，你们知道他是用靠脸吃饭的哈，请大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OK， 可以。我有帮你拿着挡箭盘。哦，你真是我的美国队长。哦。阿英婷婷請緊都要狂雞片咯，嗬。好，加油。好。加油。哦，博健成安豆嘞啊，厲害嘞啊！哎呦，又進步呢啊！应该比那个云娜还快哈。没有哦。沒有。因为他有一边唱歌。对，他刚有唱歌，你没听到啊？你有躺到吗？你们开静音吧。没有。哎呦，很矮嘞。哎呀，好像真狗一样。真皮了。还有切挑係嗎？挑下住，挑下住掉啊。4、3、2、1，停1、3不馬莎，停1、3，好，來了，要拍到身不你中了。好。現在換我們新教練接棒。所以你睇踩腳未強下落去炒起啊？過油嗎？係破嘅。你等下過油一下時候咧，你先破啊，但破好嘅時，你過下去，啊你要先煸香，煸好嘅時間是老咧嘅菜椒就過下去，拉一下，啊你一落去拉下熟嘅。哦。啊，等下該粉會用到嗎？粉會等下炸嗰種嘅，破咧嘅。沾粉地瓜粉，地瓜粉，地瓜粉，好，那就狂雞片咯，哈。好，謝謝。你們的醬好酷哦！我們是不用什麼，你知道嗎？演習的光。哦，好香的部分。對。哦，凍香哦。厲害吧？挑夫儀是不是香版美啊？用破。這必須說是我挑戰接力賽來踢100很愛碰。沒有，你們知道他是用靠臉吃飯的哈。我要用夾子。等一下，這個全部會變黑鮪魚哦。醬油味。哦，走對了，走對了。不用了，我要不用了。好，我幫你拿着擋箭盤，請大家保持安全社交距離。OK， 可以。我有幫你拿着擋箭盤。哦，你真是我的美國隊長。哦，還有告白就用這一句。那你們的粉哈，除了就該用水之外，它就幹嘛東西嗎？挑夫儀。哦。啊，我要快一點哈。慢慢炒。哎，隊長，你怎麼把盾牌放下來？應該可以了，現在已經一切安全。對啊，溫度又下來了，溫度下來了。哎，你今天破壞那個狂雞片咯。這個重點來了耶。好了，沒有啦。是危險的部分來了。好了，先狂一下，等下轉過來。一到味道係碰嘅咧，沒有我們這比較好看。等一下，我跟大家講哦，等一下最後那幾類之前把溫度拉到最高，逼油。好。啊，你炒燥誒，炒濕誒？炒燥誒。啊，等一下破果之後會做乜嘅？破果等下整炒雞。好。調甜醬。那這個差不多啊，還會破幾球？唔是，按三我哋焦黃是做得嚟哈。即係倒下油嗎？好夾。冇見有逼油咩？啊，對，逼油不幾啲。係嗎？有。哇，躺在上是炒嘅哈。好，差唔多，2、3火力嘛哈。好，啊個隊咧都狂雞片咯，好，都狂雞片咯哈。累了吧？哇！你是下一間是要開鹽酥雞店是嗎？沒有。我先幫你熱鍋，因為等一下重頭戲要來了，我們要來做醬料的部分，西得挑夫儀嘛。告不明主啫。好，係咩？係嗎？沒有，我只是準備挑夫儀。挑夫儀西得嗎？西得。不用落去嗎？對。啊，唔是用油嗎？不是。好的。蛋醬會炒。穩火做得冇？中火。中得好。好，可以要再多一點吧。之後再加。之後再加。OK， 好。做得講嘛。做得講吧。好，開始攪它，把它壓碎。提3、4把馬莎。
阿公，他们的大厨来了哈。还是留给他表现好了。我们来聊一聊别的哈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哦，西建的哦，马上来，人家都说大队接力最后一棒一定是跑最快的。对。哎，空隙不用看卫生局。冇咧，冇咧。他有加奖吗？会强照吗？手架。按加买的东西，调酒狗哦，蒜泥。来，买嘅东西用講嘅嘛，係湯，还有米酒。米酒。哎呦，安豆小火。最小火。他今天肩负重任，要是输的话，这3间店，他手上有很多家店，这么多，都要过户给你。啊，谢谢，那还是就不要赢糖浆水。所以记得做的咩走的吗？用拎的啦，係炒嘅。哎，我听到哔哩啪啦了。报上哦。啊，等下他哥哥。明轩，等下掌舵了哟哈。哇，我们的最后一棒也是强棒。哇，厉害了。等下炒该添掉哈。哎，添掉，捞滴滴的胡椒粉。哦，我们的调味系多两片哦。点点的就好。一滴滴的ram，哦，哎呦，鸭水辣豆腐鸡，不错哦。讲你教诶，你教哎。哦，我们开始炒酱嘞。哎，洋人落去。那台个讲一下，这个酱，那改下个酱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，是不是有加什么？没有，就只有麻油。哦，麻油，嘿，又捞点麻油。怎么个有加麻油啊？好香。啊，我们只加一点点吗？因为主题是豆腐鸡哦。豆腐鸡又，因为 NTC 吼又腌过嘞。哦，他又那个加点啊，用。那就跟之前就入果，水天又入果嘞。好，那我们过去各位。看一下哈。等下自己试看味道。最好哎，该买个东西，打个薄芡，哦，对，比较容易扒在鱼块上哦，颜色比较亮一点。不是打个哈欠哦。打个喷嚏好了。哦，那你们最后该用出来个加不会加吗？会，加落去强啊炒的。你们一定没有想到，你可以加演习光，而且还挑不宜。是要搅强下还是拎上去？拎上去。拎上好，好，摆盘。倒数时间差不多了。哎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米馆哪部卡张系你的猜中谱嘞？好，第二关呢，豆腐鱼5片，2组嘅做法完全冇共用。大家等下吃看那，呢，那团看那都要部分地度标为马度。好，来吃这算是艺术家的作品了。真劲。好，大家来吃看那哦，我也很期待。哦。这种厉害耶！有那个演习液的香味，在鱼肉里面，超，嘿，还有两批动车，你系马萨坡诶。哦，海 C 啊，有文有空之后，那我是我的美国队长帮忙。好吃。小凤阿有团队要部分地度加码嘛？100多，就老软的喏。哎呦，冇。然后个演习的光冰落去，含个要冰的豆腐鱼都要个部分地度。水杯面整个里面要个豆腐鱼的酱料，应该系同三对吧？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太敢想唔到哎，真的。咁我两下来去看下，咱水几米左右，应该就用的系收支的缝隙来做。两组做法完全冇共咯。来吃看呐。哦，完全冇聽我感覺。因為要先入過嘅咁樣嗬，所以該特係嗬，先要食到豆腐豬嘅美食呢。好，10分的金鐘，我哋愛講食材法，紅嘴呢有特色，藍嘴呢有媽媽的味道。媽媽的味道。無按簡單評分，唔怕齊師傅搶評定人的良心，搶本分數。哎，不是說請你憑良心嗎？可能佢上到嘅媽媽啦，咁我看一下阿邊個上到係馬莎。
你竟然想到我们云娜。我老公款七师傅，两片的做的都差不多，爱拼的拼嘛改，这一个又拌炒过，让它的整个鱼块都有扒住到那个味道。啊，吃正常人，你两片面做的穷去按用炒是动口的，就是整个扒附到豆腐乳的味道，让吃到吃一口，第一口是有味道，然后第二口可能没有沾到那个豆腐乳味道，所以没有吃到味道那么重的豆腐乳的味道。哦，阿bingo嘞，我记到印度有个又泡过，但是又炒酱，这下也这电脑去软起来，这就会变到是咧口感冇按口啊，所以爱落去两道係又泡過又切，變到又混醬嗰種嘅感覺，其實講你吃東西時啊，你個感覺冇同樣。你們兩個結語正好相反。對啊，個人喜好不啊，其實個人喜好不。好，我們剛才第一個兩種做法都是得到師傅認可的。不管你係按用個淋上去有口感，也係個老吉姜花草變到較港味，都是兩種不一樣的喜好。故此呢，今本日嘅成績馬上就出來，風吹、老藍吹都會得到2分評數，恭喜！恭喜！風吹得到1000元嘅壓歲錢。恭喜！咱最今日咪做得到2500條嘅壓歲錢，恭喜！好，今日東南的吉比馬上出來現場，雲娜老太家來分享一下禮拜參加的心得。我覺得凍好糕，然後還可以在這邊喝哈發，然後又很好吃，對，就又可以玩。很開心，而且佢做料理咩英文聽哦，好建議咧。基本上他是主要是學音樂的，佢們看佢主要咩附近很重要的棒次，表現都懂好。祝你明年發專輯成功，加油！明軒老太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心得。太家好，特別參加節目動神氣，還有俺係客家某民族的粉絲，真假的？今天可以看到本人，非常非常開心。你應該在評分前先講的。真的啊，我的主持費分給他們獎金哈。哎呦，真的。謝謝大家。對，歡迎粉絲多多來報名哦。恭喜！恭喜！好了哈，問一下哈，其實我媽媽今日好凍難的哦，但係個聽說牡丹獎是有性價比較模樣哈。他就5個小朋友，對不對？啊，今年帶性格來吼，就蠻感傷咧。他就蠻個特別個東西有想來分享嘅，分大家讀。重點是係，恁叫一家自主是係講煮菜，你下當人後生朋友專門買外賣，你呢下呢盡量來煮，本家庭有種溫暖，恁就是到媽媽嘅門頭，親人嘅門頭咁樣嘅。嘿，真的，做的是到媽媽嘅門頭係最幸福嘅事情哈。讓媽媽參加哈，你要獎金等下用乜嚟分啊師傅媽媽。哦，媽媽，你這時候笑容是最自然的。恭喜！我要給造成家庭不和。好，今日嘅比賽呢，真係十分歡喜，呢2組呢，特色完全冇共樣。故所呢對評審欣賞來講，每係一種學習，因為呢冇共樣嘅色彩，就得有冇共樣時態表現方式。呢條嘅節目哦，之所以嗬按何看嘅眼睛係講嗬，你就得看到嗬創新嘅做法，你就得看到傳統嘅做法，所以無論哦你係馬嘅種嘅做法，全歡迎大家都報名嚟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就會歡迎睇自家向下來挑戰，向下來學習啵。依家之主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